我叫米纳瓦阿布都，我在美国的夏威夷。我要向世界控诉中共的暴行，为我在新疆的亲人发声。左面的这位是我的姨姨，家住新疆伊宁市巴彦岱新村。他有3个孩子，2个女儿，1个儿子。我的表弟哈麦麦纳松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他今年才27岁。他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被抓进了集中营，至今没有他的任何消息，生死不明。这是我姐夫的大哥，他叫阿迪利。我姐夫有2个哥哥，一个叫阿迪利，一个叫阿西木。他们家住在阿克苏县的阿瓦提乡。他们在2016年的年底，2个哥哥同时被抓进了集中营。其中一个哥哥叫阿迪利，也就是这位大哥，他在2018年3月份就在集中营里头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，从集中营里头被送进医院，然后家里人在医院里头见到了他这个模样。他在医院里头不到1个星期就去世了。他去世了以后，政府不允许他们家人以任何宗教方式下葬，只能是草草的埋葬了，而且不允许家人了解他的任何情况，不允许打探他的死因。他的2哥阿西木至今还被关在集中营里，生死不明。我的弟媳妇她叫好代桑桑，家住独山子炼油厂，她是独山子热电厂的职工。她在2016年的年底就被抓进了集中营。自从她被抓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。我的侄女迪罗莱，她今年25岁，家住乌鲁木齐。她结婚不到5年，她有3个孩子，最大的不到5岁，最小的才1岁。她的丈夫叫德尔夏卡德，今年31岁，是民营企业家。在2017年的时候，她的丈夫德尔夏卡德就被抓进了集中营，至今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我在新疆的家人，他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。这是我和我的侄女的微信，微信中我叫我的侄女给我发张照片，就是一张照片，他们都非常的恐惧，立马把我给删了。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，时时刻刻担心被抓，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。